咱不止岁月2020年6月嘅南台湾综合嘅准球顺，人家目前目杯，总会看到长长旺旺、细细粒嘅，大多贵数拍嘅蓝布子，有到独蓝布子、数拍偷蓝布子、结蓝布子嘅世界里，嘅系牙机地杯嘅红米丝。头摆阿婆啲用料下甜球顺把准球嘅素菜，总有3条蓝布子酥，当年5、6月嘅蓝布子好杂嘅，了日大作。阿爸就会用奥多拜载定来条很多姊妹，奥多拜嘅小家嘅再拖一台里阿卡去用料下做蓝布子，去到用料下，远远就看到阿公撇定太黏嘅啲嘅剁酥扒嘅，一支一支当太支嘅酥扒剁下来，阿爸都同太酥扒头球穷下，再同挂定蓝布子嘅部分，一些扒一些扒剁下来，挨到小嘅就天数同蓝布子酥扒。拖到布台嘅地杯，苞米阿爸會同一布台嘅藍布子送到你阿卡行來轉屋卡，轉到屋卡，阿妹已經徛喺隻太腳盆用啲甜醬機嘅，藍布子倒到腳盆行再舀冷水，大家都圍定腳盆，坐啲愛燉條行，開始拖藍布子，因為薄鐵啲條嘅藍布子會有一嘅黏，故所愛同2隻手浸啲水地杯，一粒一粒嘅拖。拖好嘅藍布子放喺細盆嘅地杯，磨皮。像老人家嘅使用嘅有18定元鏡，因為愛一細拍一細拍漸變，漸清漸拖，下擺會粉底，唔啲條同鏡搭啲細盆嘅地杯，藍布子撒落到盆嘅烏杯。分享嘅有張實實同拖好嘅藍布子黏轉細盆嘅行，真是係假無限嘅。黏一腳盆嘅藍布子差唔多要拖2點鐘。阿婆會同拖好嘅藍布子倒到太鑊頭地杯，加潮小火，還不時愛去淥一下佢，真唔會結辣。藍布子嚟熟嘅，乾少少都會搖到碗行，攞鹽去結，鹽較多一些較夾結屈。就按你小數碌腳無限營熱，一滴滴嘅藍布子餅總算做好嘅。藍布子加蒜頭煎到擦擦一定好食，下擺落雞卵去煎，又很較香，係細人嘅最愛。阿爸為到愛乖挨到細年嚟食飯，就教挨到一細塊藍布子幫一太後飯吞下去嘅，再用太門牙嫩定藍布子鹽，再用三麻剔下出。看萬人嘅藍布子鹽沙最鹽，故所搭船食飯都見高見識，嘻嘻哈哈。這段套藍布子剔藍布子鹽嘅日嚟，咪係我用鹽記菜心嘅幸福生日。嘅下年白演研作，條數得出球，大家就用力一講，球比向一類。一類數鼓啊下接實，又唔是用腳調轉類包，一類泡茶敷唔出，就轉一類再見送實。台灣贏咧，台灣得到世界棒球12強比賽冠軍，台灣冠軍，電視主播很多3位實體咧，嘅下球場地圖嘅台灣選手感同到叫嘅，教練叫嘅。現場同電視面前嘅球迷咪叫嘅，嘅下台灣人非常感動，咪當傻批，因為野球選手實現了台灣人打野球嘅8年夢想，完成了台灣人當夢，不過唔是夢到嘅10年。呢條下一群賽道烏卡卡嘅球員喺球場練球，聽定教練嘅指導同示範，認真學習各種基本動作，練了1擺又1擺，都算汗流脈絡，3副實嘅又走嘅又實，咩冇停頭一下。按用3萬練習，就會為到啲比賽嘅時節，做得有好嘅表現，好嘅成績。台灣從小幫到成幫，各地各級嘅選手都係一路打拼上來嘅真材實料。好得很多年來，台灣打野球嘅環境有改善咧，培養出很多有名嘅球員，仲有好點出很多嘅人才，組成按原先嘅球隊來代表台灣出戰。故所係因為有大家嘅長期投入，仲有大洋比賽家嘅歡喜、感動同目的。除咗長期嘅努力，沒有動作投擺嘅技巧，仲會有保密公用嘅技巧。像嘉義農林野球隊得到甲子園亞軍，楓葉小棒隊、3級棒球隊，喺美國比賽得冠軍，台灣職業棒球開始台灣球員加入大聯盟比賽等等，也一擺又一擺嘅技巧。
本大家一摆又一摆来关心棒球比赛，也种热情一直伫印尼嘅新冠度唔是无特，台湾嘅棒球历史将有机会写到拿胜利强冠军嘅下，当然家下还未结束，因为棒球比赛还係會繼續參加下去，相信還有當到感動人嘅家下會接定下去。台灣人有好沙批，有好本人學腦嘅下，表示大家是打邊過嚟，像棒球、羽毛球、剪片、紙草，全民健保也掉，就大家打邊嘅結果。反正來講，大家有打邊，台灣人真有好沙批本人學腦嘅下。咩為鬧鐘持紙飯研作？因為講我睡過房，我從細就有設鬧鐘嘅習慣。讀書時節係用鬧鐘嘅，也係會用手機嘅。我睡夢之前先聽好時間，時間一到，鬧鐘嘅音樂都會響起。同同學嘅我對甜甜嘅夢都很想，對少年嘅屁股掉來出來。本鬧鐘嘅吵響雖然都唔甘願，也總比父母都上課上班。本先生條架較粗條較硬，也研究。我要多一個鬧鐘誒，也鬧鐘嘅動神器，有其他種方式輕盈放鬆，本也鬧鐘嘅響響，我心肝度唔單槍唔會鬱卒，還會目睭皮睭，歡喜感恩嘅跳落眠床，還會有規日嘅好心情誒，係乜嘅用嘅鬧鐘嘅按好用。哪位有好買啊？也鬧鐘嘅古門托斯，無奈好買，但槍為愛服服停停。也就係我嘅廟嘅鬧鐘卡咪咪，平常時手機嘅鬧鐘嘅響，我那係很幾種原創，佢就會喵喵滾緊很愛。我就用夾嘅粗靈靈嘅薩瑪西亞樹，提醒我好康咧。佢也會同夾細細粒嘅頭拿轉入我嘅書包中度，使你嘅頭愛人手夾頭拿。按定年下嘅動作，萬年很水地落高，我暫時就把行來，認真同佢手頭拿，手眼神。所到時間佢企嚟張停書，有一日早晨，空床嘅時間都係我手機嘅上無響，我很睡到師傅空空，咪咪遲起時遲到有乜嘅啲嘅叫牙夫，莫睡名下才看到咪咪用牙齒強強嘅捅嘅牙夫揪一下揪一下，表睇一下又過來捅，佢當生意無捅到我腳臂，唔過一同我很像咧，好得佢今日上班真無蠻多，還有一擺。拜六唔是上班，我條條無設鬧鐘嘅，本夢當地嘅是太傳，結果都市熊菩薩本人節氣，感覺匆匆，通通木足100個開，同咪咪四目相對，公斤嘅佢企喺我都市面來條看愛，當場對問講，人唔是上班嘅，係唔夾嘅空床。我知，也沒有鬧鐘實在很神奇呢，但係空床嘅，佢就會坐定看愛出出入入，無限準備上班。等我一出門嚟，佢正微蹺個個行過來，跟我腳順剛兩下秒兩聲，前窗係同我講這飛，也咪咪本單小夾夾嘅喺公園流浪，來我屋下3年，都一下黏黏又定人食，佢又怪又機靈，實在係本人食，你信？那係人家有一隻安定人食嘅貓誒，日做日鬧鐘誒，該有幾幸福唔到啲呢？好的，一路過嚟彭水珠研作，一講啲個個嘅天燈，本泡泡嘅火灰咁嘅原炸彈，抗啲原本嘅一發，難難唔上天堂，發發無乜嘅風浪嘅海面一片點清，就單槍遠遠天邊嘅2-3點嘅五船嘅天火，停定無乜嘅上西鋪嘅時間入啊入嘅，海面有隻個嘅烏暗度，一片山野光。安泰嘅鑽石水對海天之間順順嘅游登來，係乜嘅船嘅喏？夾天火用安油，那係油係夾排天火成燈，有情人嘅船嘅喲。唔係五船係太船嘅喏，嘅係火輪係係風力發電嘅工廠船喏，都唔錯。佢用20隻嘅速度游啊游嘅，游到遠遠嘅頭前東岸，本來條寬陣1、2、3、4，船面至少有5排天火。係載人去了嘅遊輪啦，
叫下南韩迄双北，是迄哪只国家呢？实实流出数据的，毋是高团的。根据阿古国嘅地图，台湾清北嘅电塔甲富贵国，伫做数片，照定阿古国讲嘅北方，出许多毋见铁，日本来着去回想千古啥强船老了嘅快乐。崇拜，我哋要说听过嘅船当请国站嘅房间，照夜嘅时间来看，迄个是小夜。严峰，伊只有样对做书片小阿哥，色彩很急心，顺定佢小出来嘅方向，路灯照定嘅微兰角，已经五彩嘅拉卡死人庙。甲边顺本嘅只夜嘅冲烂一太空，一对长光嘅拉卡之外嘅慢板，点点的往顺看，电到喺外头推佢偷摊。唉，看嚟一暗不灰暗嘅海面，好似茶係轉去水木咧，行到茶船才發現，長嘅草坪연漸，草坪面因那都係江嫩嘅西黃花，係啊，一路過嘅泡雲快是山，滿天都係悠悠嘅陽光，天公日我係好天使啊，好得，一路過嚟，拉卡阿妹唔是個獨一張廟，還有悠悠嘅月光，長嘅花片同佢做盤。我哋一吹到午夜涼風，看到海景，微薄不少門嚟咧。羅莊書嘅春天，正準亂延續。羅莊書佢啲路順唔啲一多年嚟，佢嘅書生愛三個太認真做得圍起來。四年啲嘅眼神留下永久嘅印象，就像去年一天做風采，青島書話本風大團結，大下嘅內容咩本水打造，叫嘅書件本人看顯。這樣時，基本暴風吹到遨遊，強會往下去。前一餐尾又讀到最冷嘅寒天，三日風，三日霜，啲本身結壁嘅地方切開行下沉嘅傷口，但最尾擺寒流嗰陣。火沙進入暗雷響，羅莊書微微感受到對遠方傳過來層層嘅故鄉，佢喺春天啲天涯下水上嘅信號，佢先白嘴白皮，稍等春一下腰骨，聽風嘅節，就發出咔咔嘅聲音。空氣底部開始披到一種特殊嘅芬芳，佢喺南方吹來溫暖嘅水氣，夾定新生命凝視為冰壓嘅米絲，以前喺嗰條唔大年嘅四點鐘同粗頭香。佢就有一啲嘅微笑，對羅莊書腳下嘅天涯度同頭拿探出來，暖濕濕嘅一位穩定經營嘅露水。羅莊書同一條小生命大年細年，歡喜佢條來強下迎接久違。初春嘅暗部總係有一些嘅晴朗，北風合得一模嘅唔到底嘅就到來咧，一點嘅強嘅打定羅莊書嘅一位，演奏一首火海嘅夜曲，也以水自用找水嘅書景。每四槍一聲嘅塵灰，講我嘅叫，北風停，南風起，羅莊書看到煙嘅隨風而來，老朋友轉來咧，佢哋有啲記錄嘅屋檐下無限恻差，對河巴順很耐張口人嘅路調，流線嘅神牌啲藍藍嘅天燈畫出優美嘅弧線，佢哋喺春天嘅時節，帶來對生命嘅祝福。羅莊書下背天天嘅鬧熱起來，讀到少年嘅日咧。中度嘅老人家會喺樹下行起嘅大嘴鼓，江中人會變成書生歇困，中學嘅小學會喺嘅思維教加拉翻嘅同抗人潛。羅莊書企到等神氣百官，都像高床太寬嘅羅閘，用發發嘅素養為佢條第二頭，用強嘅調戲為佢條送涼風。對眼前嘅情景，羅莊書當感通，滿心歡喜。佢看望眼高山見當，平庸行樂。都幾件溫貼灰色嘅秋衫，蒙蒙嘅蒙沙人下背係淺色嘅大地，一陣風吹下過來，羅莊書嘅畫框聽聽風搖一搖，見到河沙獨木水，一轉書幼嫩嘅新葉，都啲樹枝漸行參順。飲到一隻強落嘅反正性連續。去年6月有一日下晝，一陣風刺一過後，我喺雜貨店嘅路上，遠看到一隻唔知乜嘅東西喺淺淺嘅水庫嘅底度濃通，我實行前去看真掉嘅，原來係強落嘅雕子，我先看都配上，
甘迄条成分太水打下来嘅，天天都听到佢啾啾啾啾嘅叫声，来跳舞琴，看又夹牙外毛，三无琴多，又看佢输嘅暗歌，想要同佢表上去咩无法度，看佢人都急急准，强拍佢位小踢，果不将带进屋下去照顾，佢暗部挨无睡好，因为差不多隔2-3点钟都要放床吃条子嗜水，大摆吃佢嗜水嘅时节。就用梳子滴一滴水滴夹个嘴唇，夹个三码都会摕出来，同水接落嘴肚。这样时，佢还唔会说吃了，还是会向上，或者到天热，佢就会吐失嘞。今摆都是有个时节夹个奖金会放到床床，再白太太，还会清明鼓叫啾啾啾啾啾，冲电话说，我实实同吃了跳掉的水，用水桶匙灌落去，1口、2口、3口。条子大概都剩唔多，不过亲家都摇，故说爱接接吃，还有时拉饱都水毛，真经系食饱水，水饱食，饮转来胸毛一张热都会鼻咧。强落嘅好鼻嘅时节，会冲来冲去，一下会冲到壁，一下会冲到玻璃，就像往下嘅好行路同样，下巴会跌倒。有一摆佢有冲到嘅，都嘴巴巴嘅像失魂样嘅，点点去啲吊笼档无停通。本来亲手里检查过后，好在冇用办，就按用跌断脚骨电刀用，紧创紧闭，紧闭紧创，慢慢的佢就越来越会闭咧，速度很动脚。上次为啲做下穿啊个，营养木就冇看到诶。佢在佢躺在17家嘅命诶，下面上都会闭转牙嘅树风，闭开诶都会啲8种麻血菌，同头拿空啲一夹下水毛。强落嘅系上司亲接看到嘅条诶。不过头摆唔是去注意，迄背面血压调的以后，才发现顶下迄个木笋短暂有轻度，也下迄糖度有强落嘅叫声，我眼皮就伫附近有强落嘅，其他嘅叫声亲有变化，各种叫声都有佢嘅意义同目的。我通夹嘅叫声，太体就传得出佢想要做乜嘅，比如讲啲嘅前盘本太调嘅角度，了解发现嘅叫声。也当刺眼当舒适世界的叫声全听得出。啲副卡条龙文我唔习惯，随猜其鼻，也下当然都会听到其当强松的叫声，就像紧邻啲嘅窗口样嘅，就加唔会停。2024国庭医研作。阿公总有一大片嘅梨叶，春天时澎湃嘅梨花快到脑家家诶，等到热天望山梨就达到吹牙吹枝。头摆望有梨嘅高阶嘅技术，梨农做下系种望山梨。望山梨太麻粒皮又粗，想要假使买来好，包装之前听说要先洗过，故所啲料量家下。从前我看到农家人一副太细带点面纱塑料嘅。里面一只用水缸透水嘅太极盆伫个洗太里，经过时间，我就记个洗好诶，我本阿公调转去天数。有一摆，表阿公无认真洗里诶，抢古搞水，结果一粒将乌鸦诶条拿按太粒嘅里诶，是就不上诶沦落天内下。阿公看到就断，一南沙，真经系上街乱毛，乌街市就有，很平认真着诶某个搞诶。沙连将嘅梨嘅也同埋沦落天内下，实在很惨条啦。本人较粗条嘅表阿哥，再度 PQ 唔敢过搞。阿婆看到唔盼地都讲，好咧，大家较认真条嘅，下晝帶唔到鄉下去高菜市場買梨嘅。哇，通到做得停去買梨嘅，大家嘅精神就來嘅。尤其係表阿哥念時就起哄起來，當家輸嘅同。米羅度嘅太梨嘅一粒一粒經驗落腳盤度，包裝嘅時節也貼片認真。看外到略略較慢板條嘅，佢就會像板狀樣嘅經過外到，因為佢哋有好食嘅太面同鮮草餅啲高菜市場等等外到。下次嘅高菜市場鬧熱之家，買高子嘅飯嘅像腰婆樣嘅，木竹哩哩啲市場度慢耐順來順去，看來做嘅梨嘅清甜好食。那喺本期看中醫嘅，就用夾漸漸嘅水，三芒同杜加斯，獨多一條農家人血流血丁。不過阿婆對這家種嘅梨嘅品質當有痴心，那喺翻嚟來快嘅家私長差太多，
佢天初唔肯變，又中意嘅番呢就來來去去行幾下練，累踢幾點鐘嘅。唔過阿婆強樣按堅持，前面嘅番呢無奈何，就叫阿婆開嘅家私來賣貨。我哋也記嘅細話看到你嘅買鐵咧，歡喜到見表，見叫阿公阿婆。夾啦，夾啦。我哋都是搖到變背囊嘅啦。睇面一掉下來，大家都像妖鬼樣嘅，唔驚少，頭蹭蹭嘅太好神猛飛。看我哋食到汗流脈絡，像我哋嘅阿婆，仲會個嫌幾碗挑心涼嘅鮮草餅，本我哋食。這樣是幫等阿公阿婆嘅笑容，同蘇北兄弟向下強調嘅好美食，也乃特別嘅地名太面壇、鮮草壇，也請唔轉咧。所飲嘅西瓜黃味正研作。我一直記得細年嘅一天係對粒西瓜開始嘅。今年我小學3年生，阿妹啲菜園扣一些地鐵，講我自家來種幾條嘅西瓜樹，做得上一些買果子嘅錢，又做得小事就會人答。第一擺看幾條細細嘅西瓜樣，也被皮毛黏濃嘅上動漫。當你變學，第一件事情就會顧得佢順風。看佢有變較大一些嘅毛，今年一天特別熱，日頭曬到天來溫暖人。我看見細石桶去淋水，還用口罩同佢滴日頭，細心細語來照顧。叔婆看到我日日無限恻差，小定講，唔種西瓜比我還較認真哦。總括來講，叔婆係老輸入嘅，當然一天佢總會偷到嘅，就會自家來買。佢用淡罐開den菜籃，一片變一粒西瓜。火鳳人是爆珠啲竹條下粗料嘅時節，佢就切到一點點嘅本大家照看啊。佢沙沙又甜甜嘅米絲，大家上出煮飯。用下班就本人硬嗆嗆嘅，我種嘅西瓜總算啲皮粗嘅下開花。結果今日氣象報道風采而來咧，阿爸細心細意去天空摘下來，先標啲屋檐下，我呢邊睇西瓜唔肯標，見講唔盼得破來食。食飽呀，一屋客人坐喺禾堂打嘴鼓，阿妹拿出一支鋒利嘅長刀誒，強強嘅破開塞，佢就一路逼開來。風唧唧嘅瓜囊，還有烏金嘅瓜葉排到斜斜，豐豐嘅西瓜水，水少少嘅見流，我哋唔知阿妹切，夾夾嘢啲食到嘴困，甜係甜，唔過比起叔婆買嘅，又吃到很差一些咧。阿妹小定搖頭，對桌下拿出一些貼嘅鹽。來，所以是鹽吃看啊。雖然吃到二副還係照定做，冇想到咬一口西瓜真經變甜嘅。幾年過後，我下會種幾條嘅西瓜樣，雖然唔係粒粒好，尚是生來肥肥，尚是笨重嘅咬，所掉鹽落去，嘅西瓜都係童年記憶地度清清甜嘅味道。一下嘅西瓜睇睇對外體原來，外皮亮鮮，口感強樣，還有漸漸合格嘅風味呢。唔過我總係吃到小麥嘅東西，小睇這種自家種瓜時節嘅期待，日頭下汗流脈絡嘅辛苦，因為真經嘅甘甜，係抗啲平凡地度，我一時嘅鹽裝釋得出來。比數機嘅較有智慧，連續經研作數機人數一機，現代嘅學生嘅睇題都做得講係大頭錯，火車頭捷運站公車行，無論初等也起等，二機一掛數機一滅，用路司機法理必薄，像毒品樣嘅聲音，頭沉沉嘅冇到地步唔想出來。嗰種畢業經驗，考試嘅成績係茫茫嘅。阿爸送來一支智慧型嘅數機，交代講要利用佢好好學習，肯定幾時行嘅項目，還有後背幾粒刻國嘅領導，專業嘅三個鏡頭。我連定建議聽到唔是食飯，搶聽都會飽。高中生phải強調自主學習，無人重點讀書叫專業，想讀幾多內容，會加強那個科目都會靠自家規劃，加上先生無按嚴條。本線上遊戲上到嘅我一下失算，
深度学习嘅统一特殊嘅目标，总合成3则诗无写、无做、无教。讲咩奇怪？较新嘅流行歌曲，通嘅级别我都会唱。再难嘅游戏，教过100都懂熟咯。不过唐先生讲法都像阿伯糖类强样，上课多木衰，坐定见大米。看下明日装书记，一离开书记就嗷嗷包包见发现，接上班转点还唔睡梦，条条了了 M 点屁股搞到林天光，阿妹心就马乱音讲，再搞下去，冇做会黑铁咯。唔伫本相嘅爱，总系左片二公入，右片二公出，加上到见嘅早欧式抗日片所教，确系老古人讲嘅，咱人无学无好了，一按部爱学2-3刀，一刀爱学论点钟，无学到阿妹来碰门，绝对唔出来。一直到考试嘅前一礼拜，才会开始受理，坐伫书桌前，掀开兴冲冲嘅课本，差唔多要对内开始读。硬眼目睭拿定圆珠笔，条那通到硬硬嘅笔帖，嗰无两年嘅好钢筋，上边嘅决心像风很强。图书嘅计划比字较朴，数学哪有游戏按神奇，英文广播哪有音乐按好听。凹槽嘅哪有开始默书记嘅轻快乐嘅，用脚趾头上咩滴，学期结束嘅时节，其他科目无去结，发好连补考嘅机会都无。唉，实在减少。阿婆讲过，放100总唔好再放听200，也爱长地，因为比书记嘅较有智慧，同佢用作天数学习用嘅神路，唔系读到变读习时间嘅主人。好好管理时间，规划学习嘅节奏，寻出自家嘅方向，认真读书人生才唔会输。行出去，真有风景，反正新原则。喺台湾有人讲，人生在世有3件事情天出爱做：牵玉山、用途日月潭，韩国去此行茶饭道。虽然讲也条全无按改，爱见耐还爱有体力，真耐得好。也有人讲，给按开嘅事情，好嘛辛苦，是爆痛很黑。不过很黑有见来见到人上菜去自我挑战。阿芬未强样，将一3件事准做佢人生嘅目标。从细阿芬嘅爸总会讲，做人做事要有胆，唔是做过嘅都要去吃，无吃样会低。嘅爸会按样讲，都会希望阿芬会培养勇敢面对艰难嘅自信。都像人讲，敢去就会胆小，唔敢去就无卡笑。故说嘅爸当鼓励佢讲，休上身体较杂嘅时节去挑战人生。受到嘅爸嘅影响，阿芬18岁生日嘅日都起定吃红茶。单人痛马就去反斗，出发今日一石强天，阿芬大作就一身运通神夫，起定伏下鸡台，基建列台湾2件嘅腳踏車準備出發，冇唔錯。一台車行車雖然唔係當高級，不過依那陣佢2個阿哥都係騎一台鐵馬戲環島，按多年來唔識快。出發前就單槍教人隻茶家不用保護嘅，再個同天氣家嘅心情來行。也拜宽度无先出见规划，正经系时到时当，无米煮番薯汤。有今日团糊咧，还望几天爱啲奈黑，临时临刻掌上명침。快睇咧，今日去到台东，啲对读到了日，又无先煮饭。阮家见李莎莎全无见房，果不将就去海顺嘅沙滩水。虽然沙滩无面从按刺眼，不过顺条无撇沙，点清点清。像躺得到海浪嘅上，一层一层细微暗无叮咚，天堂嘅声呢应入应入，也按步阿芬都啲入漫天相公嘅美景之中水睇咧。天一天蒙光，阿芬坐啲沙滩，遠遠看到嘅火紅色嘅太陽王對海雕度轉下出來，見來見太，見來見光。看到一天發天發的光景，阿芬啲心肝度上，有條路無行過，唔啲風景啲內，有條事情。無親身去做，唔永久唔伫自家做得行經驗。